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2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降级。今天三联生活周刊刊登一篇文章，叫豪车为何大幅降价也卖不动了。这个我想一说这样的话题，什么原因大家都心里有数都清楚。我们看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他是怎么说的。他说2024年以来，中国各大豪车品牌纷纷大幅降价，一直到临近年末，豪车降价之风甚至愈演愈烈。不过尽管很多高高在上的豪车价格已经前所未有的亲民，但是销量依然疲软。过去很多年，豪车在中国市场年年涨价，很多车型甚至加价难求。为什么一夜之间豪车在中国突然崩盘了呢？这个我记得我前阵子经常刷到那个天津港那个什么平行车，我看那么大的那个展厅里面门可罗雀就没人，一排一排的豪华车无人问津，也非常有意思在中国诸多降价的豪车品牌中，保时捷最具风向标意义。最近保时捷一款指导价为57.8万元的 SUV， 深圳某经销商给出了37.8万元的裸车报价，相当于6折左右，大跳水。不到40万元就能买保时捷，也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40万买保时捷，那不如20多万买苏七呢，反正涨得这差不多，还能开出去跟人家崩直线。保时捷之所以大幅降价，直接原因就是越来越卖不动。仅仅在几年前，保时捷在中国完全不愁卖，2021年在中国卖出9万多辆，创下历史最高纪录。但是今年前3季度，保时捷在中国销量只有4万多辆，同比大跌30%左右，这个确实惨了一点。难道没有小米的事吗？不受小米的影响吗？保时捷的起伏基本上就是豪华车在中国市场的缩影。从历史数据来看，2024年是豪车在中国的命运转折点。在此之前，豪车在中国市场一直高速增长。刚刚过去的2023年，中国的豪华车销量还同比增长 8%， 但是进入2024年之后，豪华车市场突然变天。今年上半年，中国的豪华车销量同比下降 7%， 而且这还是在豪华车大幅降价的背景之下。说为什么2024年会是中国豪华车命运转折点呢？三联生活周刊他认为他说特斯拉是搅动豪华车市场的那条鲶鱼。我觉得这个三联生活周刊应该把这个小米算上，把雷军算上，不要老是瞧不上雷布斯说2022年特斯拉销量放缓，没有实现全年的销售目标。为了逆转颓势，特斯拉在2023年开始大幅降价，拉开了这一轮价格战的序幕。10年前刚刚进入中国市场时，特斯拉起步价70多万元，妥妥的豪车本色。但是随着特斯拉降价到20万元附近，对豪车市场带来强烈冲击，高高在上的豪车价格开始坐不住了。2023年开始价格战，对豪华车的杀伤力在2024年开始全面显露出来。在汽车行业，特斯拉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兼具豪华车和新能源车2大属性。特斯拉的降价不仅冲击了豪车市场，中国的新能源车也开始迅速降价应战，对豪车带来了更大的冲击。2024年是国产新能源车全面爆发之年。今年7月份，全国新能源车销量首次超过了传统燃油车，新能源车开始成为主流，而传统燃油车反而成为了非主流，这对豪华车市场来说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说对于豪华车而言，新能源车看起来是2个不同的细分市场。新能源车大多价格便宜，似乎对豪华车形成不了威胁，但事实并非如此。经过多年积累之后，国内的新能源车已经越来越成熟自信，开始积极向高端市场拓展布局。主要新能源车企都推出了高端车型，而且定价毫不手软，很多都在50万甚至高达100万，直接杀进了豪华车腹地，和豪华车市场形成正面竞争。对于豪车而言，国产新能源车的冲击不仅在于卷价格，更在于卷性能。很多以前在豪华车上需要花大价钱才能得到的配置，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上已成为标配。更重要的是，新能源车已经从电动时代进入到智能化时代，某种意义上开始重新定义汽车。以传统燃油车为主的豪华车在智能化上存在天然不足，一方面是因为新能源车制造商大多具有互联网背景，对科技创新的理解高于传统的油车制造商。更重要的是，汽车的智能化对于电力供应
应有很高要求，传统燃油车只有靠蓄电池供电，很难满足高度智能化的需求。这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他的观点啊，他后面还有他说对于中国的豪华车而言，先是特斯拉降价带来了第一轮冲击，随后中国新能源汽车快速崛起，又带来了更沉重的一击。除了行业之间的竞争之外，中国富裕人群的消费力开始萎缩，又给了豪华车第三击。由于经济增速放缓，房价大幅下跌，股市也没有明显起色，很多富裕阶层资产缩水，对于未来收入增长信心下降，在现实面前不得不收缩消费。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于豪车的消费需求快速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新能源车正历史性崛起，两大因素叠加，让豪华车在中国不得不大幅降价自己。但是他说对于豪华车而言，降价也是一个充满矛盾的选择，因为豪华车需要靠高性能维护形象，高定价维护形象，很多买豪车的消费者需要靠高价维持炫耀性的消费需求。40万元的保时捷显然就失去了炫耀功能。但是如果豪车不降价，又会怎么样呢？宝马给出了答案。今年上半年，宝马也加入了价格大战，旗下的纯电 i3 曾经从30多万降到只有10万多元，但是到了7月份，宝马突然退出了价格大战，反而对部分产品涨价。他说不过退出价格战之后，宝马的销量迅速下滑。今年7月份，宝马在华销量环比和同比都下降了 12% 左右。到了8月份，宝马在华销量更是同比大降 42%。面对如此惨烈的下滑，宝马不得不重新加入价格大战。9月份以来，宝马的主要车型再度不降价。对于全球豪车而言，当前在中国市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不参与价格战，销量就会更加惨淡，宝马已经给出答案。但是过度降价不仅会损失品牌形象，还会导致利润压力越来越大，尤其是很多夹在中间的经销商，现在已经到了破产边缘。对于全球豪车品牌而言，在过去多年充分享受了中国经济崛起的红利之后，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点时刻。随着中国消费者对豪车追逐热情快速降温，豪车在中国的黄金年代正在远去。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这个文章我读完之后我发现他列出了原因，但是他的原因列的相当于没有分清主次，本末倒置就是豪车为什么在中国现在滑铁卢，为什么卖不动？原因呢？三联生活周刊给出了答案。你比如说汽车的智能化对电力供应有很高要求，所以这个就是传统的豪华车它因为它是燃油车，所以这一块就先天不足。这是原因之一它列出来了。第二个呢，说中国富裕人群消费力萎缩，给了豪华车第三击。你看这个原因他也列出来了，这都是我认为这个豪华车在中国销量不佳的原因之一。至于三联生活周刊说的什么国产新能源汽车的崛起给了这个豪华车沉重一击，这个就有点扯了。还有什么国产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大多具有互联网背景，对科技创新理解高于传统的油车制造商，这个就是更扯了。如果你要说这个豪华车为什么在中国滑铁卢，其实主要原因核心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的中产在快速减少，现在还勉强称得上中产的消费能力也大幅下降，就这么简单。你扯什么新能源汽车对它的冲击，你新能源汽车现在保时捷已经降到40万了，照样卖不动实际原因就是保时捷这样的品牌，这在我看来咱们就是粗略的说一下，就是100万以下的车实际上它的用户主要是中产，肯定不是富豪富豪买300万、500万、1000万的，对吧？甚至限量版的那是更小众。像保时捷这种你像那种100万以下，像什么路虎就100万左右的，那妥妥的都是中产在买。过去几年这个房价暴涨，中产没有楼市这个暴雷之忧也没有按揭贷款这种烦恼，对吧？那都是喜悦的烦恼因为你按揭贷款，你买了房，你的房子价格涨了1倍了，那点按揭贷款算什么呢？根本不足为虑。然后他年薪比如50万、100万，这些人他就消费这种豪车路虎，对吧？大家想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所谓的中产。但是现在呢，这个中产面临什么环境第一个是楼市下跌，涨的时候他那个按揭贷款那是小意思，毛毛雨，跌的时候就对不起了，你的首付都跌没了，你的房子的残值都已经够不上那个银行的贷款了，窟窿都堵不上。完了之后，现在中产面临失业，那各个大厂对吧，都在裁员都在优化。完了呢，即便你没有被裁掉，也在降薪。你
看看这个7月份吧，还是6月份，这个中金的那个女员工，她就妥妥的中产，跟她老公俩买的这1000多万的房子，不就从楼上下来了吗？不就是因为降薪吗？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产的人数在快速减少，然后仅存的那些中产现金没了，消费能力没了，就这么简单。他对什么豪车已经不感兴趣了，车都变成代步工具了，什么保时捷，什么路虎无所谓，关键这些车你买得起养不起啊。就是这个三联生活周刊这个作者恐怕对这个不太了解。保时捷你就是降价，人家为什么不买呢？因为养不起啊，对吧？养车的费用更高，需要大量的现金流啊。所以说啊，这个豪车在中国滑铁卢卖不动，实际上就是反映了中产的一个衰落，消费力没有了，人数也没了，中产返贫。但是为什么新能源汽车卖得多呢？新能源汽车卖得多的还是那便宜的10万、20万的、10几万的。一个它使用成本相对低一点，第二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刚需，就是房地产里面的刚需啊。这种车子是刚需，就是你要买代步工具，你要买车是刚需，就买这种10万的、10几万的这新能源汽车。刚才说过了啊，因为那个豪车的持有成本非常高的，买得起开不起，对吧？前2天有个女的开个什么库里南还是什么玩意儿，劳斯莱斯啊，不太清楚啊，跟那个大货车蹭了一下，不是剧本吗？张口就要人家赔100多万。保险公司对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这车子你想想开得起吗？如果你自己的责任蹭哪儿了，对吧？你得走保险，那你走保险，你明年的保险费用直线上升，保险都交不起。所以说啊，什么豪车在中国卖不动，是因为受到这个什么新能源汽车的冲击，这个纯粹是两个扯不上。你总不能说啊，这个北京市餐饮业现在不是下降的很厉害吗？都是负增长。你不能说北京那些餐馆啊，那酒楼业务不好，消费人少了，是因为沙县小吃异军突起，你这哪跟哪儿呢？你这扯不上。文章他也说了啊，中国富裕人群的消费力开始萎缩，但是他重点是在中国新能源汽车崛起导致豪华车卖不动。你锁定的人群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产品，对吧？它的目标用户是不一样的，不重叠，形不成竞争。刚才咱们拿小米开玩笑，那很多本来买保时捷的，人家买小米去20多万，这叫消费降级，本质上还是缺钱。如果这些人的这个收入没有下降，你很难他是会去选这个小米，对吧？他恐怕还要买保时捷、买路虎啊。我看网上有人说好多本来是买路虎的，现在都去买这个叫什么长城什么魏牌还是什么坦克叫什么，这就是降级，没钱了。还有一个证据大家记住了，那就是宝马的北京的5S 店倒闭，你车都买了，对吧？你就是不去保养，也不去5S 店去修，5S 店就活不下去了，就这么简单。那现在买了宝马的去哪儿修呢？对吧？就去那个什么汽配城，便宜啊，就是中产他不愿意花冤大头的钱了，不愿意交智商税，对吧？这个 4S 店 5S 店它主要是靠售后赚钱，卖车恐怕赚不了多少钱，对吧？甚至有的时候卖一辆车，他只赚那个什么按揭的那个佣金，车子不赚钱，然后就指着你来维修维修来讹你一下。但是恰恰这个中产他买了车之后他不维修，他图便宜，对吧？那个什么 4S 店 5S 店的工时费800一小时，你到那个什么汽配城他没有工时费。我是举个简单个例子所以说不光是北京的这个宝马 5S 店黄了，今天还有2个新闻，一个是财经网报道的天津一家汽车经销商集团资金链断裂，政府部门已约谈。天津市永豪集团有限公司在11月17日发布声明称，由于合作银行近期抽回贷款，公司资金链断裂，不能及时向客户交付车辆，也不能足额支付过去3个月的员工工资。永豪集团成立于2007年，永豪集团主要代理品牌包括奥迪、红旗和东风本田。近期这3个品牌 4S 店突然闭店，令消费者感到恐慌。这不晚上不是说天津的奥迪 4S 店关门吗？跑路吗？就是这个。网络上出现不少传言，如永豪集团老板王学军以携款潜逃至国外， 4S 店将库房车辆全部转移，客户在永豪奥迪交了80万提不了车等。永豪集团称这些传言均不属实，我就是爆雷了，没钱了，没有跑。不光这一家，还有这个今天有媒体报道，就福州的说，福州省消委会针对多家宝马 4S 店闭店发布消费提醒。近日，福建省消委会关注到福州中宝、福建新德宝等多家宝马 4S 店突然关门，人去楼空，导致众多车主面临下定后无车可提、汽车配件无法取回、售后服务无法进行等困境。福建消委会发布消费提醒，警惕 4S 店
突然闭店下的消费风险。你看看，这是宝马的 4S 店，这个福州啊，好几家宝马 4S 店突然关门爆雷了。最早爆雷的是叫广汇汽车，那是全国最大的汽车经销商，下面代理什么奔驰、宝马、奥迪，好多品牌，对吧？不仅它爆雷，而且退市了。本来广汇汽车上市公司是了，说这个什么意思呢？你看啊，那些奥迪、宝马这些 4S 店关门跑路，反映什么？我认为他们跑路是反映这个汽车的这个叫售后市场大幅萎缩。其实宝马的这个或者奔驰啊、奥迪，它的保有量是很大的，很大的。按理来说，就这些保有量，你去正常维修保养，就让 4S 店啊不死，4S 店活着没毛病。他就是一辆新车不卖，然后他把人员精简。他能活，本来卖车也赚不了什么钱，他还能延长，苟延残喘。结果为什么跑路呢？就是因为维修的人负下降。我刚才说了，中产没钱，买得起用不起，所以有好多网友老是问什么买什么车好。我说啊，你如果代步的话，因为现在车不是身份的象征，不像10年前你开个奔驰，你开个奥迪，人家高看你一眼。你现在开这玩意没人觉得你了不起，对吧？你开个什么理想也没人觉得你了不起，反正牌子已经乱了，除非你开什么1000万的。所以说啊，车子已经不是身份的象征，纯粹的代步工具，那你就买那种皮式的，不需要老去修的。所以比如说啊，买个日本的二手车，代步非常好，皮式不爱坏，完了还省油，经开，对吧？很多车你是买得起开不起。所以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豪车销量下滑，还是这些什么 BBA 4S 店跑路，都指向一个原因，就是中产没钱，中产返贫。另外啊，我说3联他说的不对呢，他把这个原因归结到中国的这个新能源汽车。那你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崛起，你现在影响的还是国内嘛？那国内的话，那你看啊，现在这个奔驰、宝马、奥迪，它都发布了3季度报告，这3家公司3季度报告营收全部下降，净利润下降的更厉害。你看啊，奔驰是营收是下降 6.7%， 也就是它3季度只有346亿欧元，下降 6.7%， 净利润17亿欧元，下降 54%。宝马3季度是324亿欧元，同比下降 16%， 净利润为 4.76亿，同比下降 84%。奥迪那就更惨，第3季度营收是153亿欧元，同比下滑 5.5%， 营业利润仅为 1.06 亿欧元，暴跌 91%。 就是3季度啊，这个 BBA 无论是营收还是利润都是暴跌。它这是全球啊，那说明全球经济啊恐怕也到了一个微妙时刻，恐怕都是中产消费能力在萎缩啊，不光中国的。关键的啊，如果说中产这个消费能力在下降，中产人数在萎缩，这还好理解。昨天啊，拼多多发布3季度财报，这个才有意思啊。这个拼多多咱们一直把它当做消费降级的一个标志，对吧？拼多多越好，那说明咱们消费越在降级；拼多多越不行，京东啊、阿里越好，那咱们就认为这个消费在升级。昨天啊，拼多多公布的第3季度财报，第3季度营收是993亿元，同比增长 44%， 这不挺好的吗？拼多多啊，7、8、9 3个月增长 44%， 但是啊，这个业绩一公布，它的股价暴跌 17%， 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啊，虽然它增长了 44%， 但是它没有达到预期，市场对它的预期是营收要超过1028亿元，每股收益啊，它实际上只有 18.59 元，但是市场预期是 20.2亿元，也就是说它即便高速增长也不达预期，所以它股价暴跌。你说说，它拼多多它不是业绩下降，它业绩在增长，只是没有达到预期，那就是说这个市场消费降级的预期是多大呀？也就是说啊，这个拼多多本来卖的更多的东西，利润更好，但是现在拼多多它已经卖不动了，它本来要增长到1000多亿，增长不动了，速度慢了，放缓了，说明什么？说明降级降不动了，变成消费啊，本来是降级，现在消费慢慢要清零了，没有消费。我们以前说过啊，消费降级什么意思？消费降级就是你本来想买这个保时捷的，后来你去买了一辆比亚迪，那叫消费降级，对吧？消费清零、消费消失什么意思？那就是你本来是想买这个保时捷的，后来你一想算了，不买了，这叫消费消失了，需求消失啊，消费清零啊。估计有很多人啊已经消费清零，就是能不消费就不消费了，勒紧裤腰带，少吃一顿是一顿，这就导致拼多多的增长不及预期，导致拼多多股价暴跌。当然了，拼多多对它的这个业绩增长不及预期，它有自己的解释啊。比如说，它把它的服务费啊让利给商家啊，等等，放水养鱼等等这些啊。但是啊，消费降级，消费这个清零，这个是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如果消费旺盛的话啊，就是低端消费，就是降级之后还旺盛，那你拼多多就是不管你让利不让利给商家，你的这个营收都会增加嘛。实际上啊，
大家留心一下就会发现，不光是汽车行业，不光是拼多多它的消费啊，它这个营收不及预期，不光是汽车行业这个营收暴降，很多行业都一样，腰斩都算客气，很多行业跌掉2/3的营收没了，对吧？以前一个月1000万，现在一个月只有200万，都是这种水平。200万你连人都养不活，你挣的钱连成本都覆盖不了，所以很多企业在这个死亡线上挣扎呀，所以才有裁员降薪啊。就大家去想啊，奔驰、宝马、保时捷，它那个销量暴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产业链跟它后面吃饭的都在暴跌，这就像恒大暴雷一样，产业链上下游都跟着倒霉，他们一暴跌，产业链上下游都跟着倒霉一样的。所以上海市那个做汽车那个皮革的，他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最低工资2600都发不了，为什么呢？10有8九跟这都有关系，你受到影响了。奔驰、宝马、奥迪、保时捷它卖不动啊，它全球卖不动。有很多人不太清楚啊，我举个例子，就是宝马那个后视镜呢，全球宝马的后视镜都是中国生产，然后供应给宝马，宝马组装好之后卖到全球，它那个后视镜全是中国生产。那你说宝马在这销量下跌，那后视镜的销量肯定也下跌，那后视镜那厂家肯定业绩不行啊，就这么简单，他就要裁人了。所以最后我们才发现啊，无论是中产还是对吧底层的消费能力都是大幅萎缩，消费意愿也萎缩，你刺激也没用，对吧？这个从这个北京、上海这个社零数据就能看出来，从北京、上海这个餐馆收入，对吧？餐饮业规模以上的餐饮业收入一个月比一个月少，这就能看出来大家是勒紧裤腰带，那坚决是能不花就不花。所以说这个消费你怎么刺激呢？6+2+4化债方案，唯独没有民生这一块，民生这块没有保障，你不能提高，那大家拿什么钱去消费呢？他不敢消费，这是被逼的啊，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把那个用来修老干部基地的，把那些准备扔在这大山里面，把那些钱用来对民生进行保障，这个才有可能啊把这个内循环给促进起来。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